大家好，我哋今日根據中醫嘅五行養生概念，就製作咗一款五行嘅養生米糕。咁呢一款米糕咧，就大人細路都中意食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！呢款米糕嘅理念係從中醫五行中嘅木火土金水，簡單一啲嚟講就係綠紅黃白黑。所以我今日揀5個顏色嘅食材係綠豆、紅棗、南瓜、淮山同紫米，再配合主要材料大米，亦都實現到《黃帝內經》入面嘅五穀為養。我哋除咗照顧小朋友之外，都要關心父母。呢款米糕另外一個特點係低糖嘅設計，將平日所用嘅白糖大部分改用為天然嘅羅漢果糖。羅漢果係天然嘅代糖，佢嘅甘味可以取代白糖，但又唔會令血糖升高。老人家怕血糖嘅都可以適當食用，小朋友亦都唔會擔心食太多糖。所以呢一款養生米糕係一款照顧3代情嘅食品，希望大家鍾意。煮呢一款米糕有幾個重點注意。第一，係麵團唔可以太濕或者太乾，唔同嘅米粉吸水量唔同，所以加水呢應該要逐次少量加水再攪拌。發酵之前應該已經係乳酪嘅狀態，咁就會發得比較靚啲。第二，發酵嘅溫度最好係40度發酵40分鐘。第一次發酵之後要攪拌移除空氣，再進行2次發酵，大概6至7分鐘。第三，蒸煮嘅時候，第一層麵團要凍水入鍋，水滾之後每5分鐘加入1層，總共蒸煮嘅時間呢，大約30至35分鐘。第四，煮好之後唔好立即開個鍋蓋，熄火之後要等待2至3分鐘，可以避免呢蒸好嘅米糕呢就回縮返入去。如果大家食麵包都食到悶悶地，希望大家學咗之後返屋企都可以試下喎。